各位聽眾朋友，歡迎收聽新城電台嘅名人堂，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 Y Y。今日咧，我哋就好榮幸邀請到一位喺保險界深耕多年，仲好擅長用社交媒體打造個人品牌嘅嘉賓，宏利保險嘅區域總監梁卓恆先生 Arvy 梁。好，大家好啊，我係 Arvy。咁好高興啦，今日嚟到新城去同大家有啲分享啦。咁係咯，咁我哋都傾下偈啦。係啊，好啊，好啦，嗱，Arvy啊，咁其實我哋今日咧都會同你傾下，其實保險業啦，點樣由傳統走向數碼化？咁你係點樣用社交媒體去建立你自己嘅個人品牌啦，同埋點樣吸引新一代嘅人才？係啦，咁事不宜遲啊，咁我哋就開始第一節先啦。係啦，咁其實我加入咗呢個行業都超過16年啦。咁其實以往做呢個行業上邊咧，可能會係自己朋友介紹啊，或者自己嘅 network 啦，跟住可能係做啲 cold market 啊，或者可能 cold call 咁。其實而家呢幾年咧，已經真係轉化到就係線上嘅生意引流係比較重要啦。咁所以打造個人 IP 係好需要嘅。譬如我哋自己團隊啦，甚至我個人啦，都係用一個專業形象做一個 IP 嘅。例如啦，可能我哋好多時都會講下身份規劃啦、稅務嘅安排啦、甚至可能升學啦等等。因為呢啲議題啦，或者可能想知呢啲資訊嘅客戶咧，大部分都係一啲高淨值嘅客戶啦。佢哋想知道佢哋嘅財富究竟點樣去安排啦。而更加一個大嘅機會就係香港啦，亦都會將會2029年啦，有機會超越瑞士，成為亞洲或者全球最大嘅財富管理中心啦。咁而直到而家都超過吸資有18000億嚇，咁所以我諗都會睇到好多唔同嘅機會。咁但係要做到個人品牌，就係除咗資訊啦、知識啦都需要嘅。咁配用翻可能線上嘅 Facebook 啦，咁呢個都係應該我入行嗰陣時開始去用啊。咁等自己朋友知自己係做緊啲乜嘢，有邊個嘅專業佢哋係會透過 social media 會見得到，因為好多時見客未必或者見朋友未必成日見到噶嘛。但係 social media 我諗大家一瞓醒都好多時候都係攞住個電話就碌下啦，係咪？無論 Facebook 又好 IG 都好，咁所以我諗打造 IP 個人品牌其實好重要嘅呢一環。咁我諗其實最重要都係用社交媒體去建立一個專業形象啦，建立一個所謂嘅信任啦，係啦。咁我想問下你咧，當初其實你係咩契機加入保險嘅咧？其實我當年2008入行啦，其實當時都會見得到保險業一路上升緊啊，即係個勢頭係講緊金融業啦，即係亦都係每年都增長緊啦。咁所以睇過自己想發展新嘅領域嘅時候，我覺得金融業、保險業裏邊係我其中一個選擇啦，因為始終自主嘅時間啦，收入就係多勞多得啦。咁透過自己放嘅時間，亦都係當係做一盤生意咁咯，係一個輕資產而有一個無上限嘅收入俾我自己去開拓啦。咁加上香港都係金融中心啊嘛，咁所以轉型去做相關嘅業務，我覺得係走住一個順勢而行去做咯。咁我又想問下咧，咁你初入行嘅時候，你遇到最大嘅挑戰係乜嘢咧？咁同埋你又點樣去克服咧？我諗做咗咁多年，同以前可能都係同一個問題嚟，好多時都係甚至我一路請唔同嘅人啦，大家嘅諗法都一樣，得個問題就係客源。係啦，好多時候覺得個行業前景好好，但係冇客戶。我又唔想淨係做身邊嘅客戶，就算做身邊嘅客戶都係有限啊嘛。係都會做完。咁所以我諗客源係其中最重要。咁而亦都配合翻而家可以做到個人 IP 嘅時候咧，相對地引流客源係會容易咗嘅。咁我哋會做好多可能線上嘅引流，搞一啲可能親子活動啦。咁就可能有啲家長會去想聽多啲小朋友升學啦。咁最近可能又會佢哋想了解下點樣兒童上邊嗰個心理嘅成長啦。因為始終好大壓力啊嘛。咁唔同嘅同家長或者小朋友一啲嘅 topic 咧，反而係呢個幾即係公開嘅 market 裏邊係幾多客會想知多啲。咁而另外一啲就可能關於專業啲啊嘅講座，可能關於稅務嘅安排啦，關於可能法律上啦，做傳承啦，甚至香港都好多銀髮一族啦。咁佢哋都好想知道究竟啲財富點樣傳承落去做到一個叫做富過三代呢一個情況啦。咁只要幫到佢哋創富、首富同存富呢啲嘅重要嘅任務啦，咁佢哋都係好想知，因為過往可能喺教育上方面比較少呢啲 topic。咁透過呢啲線上嘅引流講座咧，我哋就會吸納到唔同嘅客戶咯。
又真係你啱啱講，平時即係我哋以前細個教育咧，好少你有冇教過？即係老師有冇教過可能報稅或者要儲錢要理財呢啲？其實香港真係比較缺乏呢一方面嘅教育嘅資訊。我都好贊成你啱啱咁講。咁但我聽你咁講，即係其實做保險就咩都要識喎，係咪嗱？媽咪可能小朋友媽咪 market 又要啦，小朋友或者你話銀髮一族財富傳承咁樣，全部都要識嘅喎，咁樣。其實要識嘅就真係越嚟越多。以前可能淨係講即係保障醫療或者儲下錢啦。咁而家可能家長佢哋可能先要諗點樣去安排升學，甚至係內地啦，都係講新聞規劃呢一樣嘢。佢哋都想知道內地嘅朋友點樣落嚟香港讀書呢？點樣去用彎道超車，用一個黃金跳板去到上心儀嘅學校呢？咁呢啲就係我諗現時比較捲佢哋想知嘅嘢啦。咁另外就係頭先亦都講過啦，財富嘅增值啦。咁香港亦都有好大嘅優勢，即係可以喺一個全球嘅投資啦、環球嘅佈局啦，點樣去做得到呢？咁呢啲有陣時我哋學讀書真係冇讀過嘅。咁而家嘅時代，我諗科技都幫咗好多嘅。好多時揾呢啲資訊呢，就係透過 AI 啦，或者一啲工具啦DeepSeek等等，都幫助到自己好快解決到客戶嘅問題。咁所以我諗與時並進啦，我哋好需要。係啊，真係各行各業都要。即係以前保險，我都以前嘅對保險嘅認知就係我保障啊嘛，係咪？我有病咁樣，我做手術咁樣有錢賠啦。而家真係都原來係講緊好多，好似你啱啱咁講身份規劃稅務嗰邊咧，或者升學，即係太多好唔同嘅嘢。係，因為每年講緊都有超過10萬個高才會落嚟，咁佢哋可能需要嘅嘢同我哋本土想要嘅又未必完全一樣。咁所以我哋要keep 住要翻去唔同嘅地方去學習咯。咁最近都上咗北京大學裏邊去做一啲嘅研修啦。咁希望攞到啲資訊啦，令到幫到客戶更加多咯。哇，Avi 都好犀利喎，即係都 keep 住做咗咁多年都 keep 住進修喎。咁不過北京大學呢度我哋可以留翻，可能下一節再詳細講，因為我都有聽到你講你去交流可能識咗啲又可以開拓到客源，係咪？又可以識多啲即係資訊方面嘅吸收咁樣。咁我哋可以下一節再講啊，或者好，咁我哋翻到嚟第二節啦。咁 Avi 頭先我哋第一節完嘅時候咧，就講到你去咗北大喎，好似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你去咗北大做咗啲咩？見到啲乜嘢咁樣呢？其實都係第二次去北京嘅。不過如果真係去讀書就梗係第一次啦。咁踏進學校咧，第一個感覺就係我做翻個學生，我感受都幾好嘅。咁第一日去到其實都係0度左右啦。哇，好凍喎！咁喺門口當然都已經見到啲建築物咧，其實已經覺得好靚喎，去影相咁裏邊咧，其實一路上堂嘅時候都認識咗好多嘅教授。佢哋講嘅學術知識，其實我諗香港係做唔到呢一樣嘢。因為佢哋會講就係佢哋好自由開放，喺裏邊基本上係講乜都得嘅。咁佢哋會我哋喺當中裏邊學到咧係做傳承啦，有啲法律嘅議題啦，稅務嘅安排啦。究竟內地裏邊嘅經濟個情況係點啦？個增長係點啊？其實都睇到好大嘅機遇，因為佢哋都一路講好多講 AI 嘅，AI 發展。其實我諗中國裏邊喺環保方面啦、AI 方面啦，佔咗全球嘅 GDP 嘅或者生產比例都幾高。咁喺裏邊，所以學習咗好多新嘅經濟係點，究竟個前景點樣去行。咁上咗幾日堂啦。咁喺第二日咧就已經開始落雪。咁所以亦都感受到喺北京裏邊一個好靚嘅雪景，好靚嘅環境啊！就係原來都係有幸，因為好難得先係喺北京會有初雪呢個情況。咁所以我諗整體同一班團隊，我哋差唔多40人上去學習啦。除咗學習到唔同嘅知識，亦都做到一啲因為我哋都有啲係內地朋友嘅團隊嘅朋友喺度，咁亦都係港隊加內地嘅朋友，大家交流啦、認識啦，甚至喺過程裏邊咧都認識到新嘅朋友啦。咁都喺嗰幾日裏邊咧，其實都好多商機啦、學習位咯。你啱啱講你係40人嘅團隊上咗去北大，好啊，咁幾好啊！即係你哋團隊好多資源嗰度。其實係啊，因為團隊上邊咧有資源嘅時候，就會去開拓內地嘅市場啊嘛。咁我覺得喺我哋呢個行業上面，最緊人脈網絡係好重要嘅。即係譬如我真係嗰日去北京啦，咁要睇比賽啦嚇，咁所以亦都去咗我朋友介紹嘅
嘅酒吧啦，咁認識咗啲老闆啦，咁佢都係香港人嚟㗎，不過就係都係喺北京裏邊發展咯，咁所以原來北京都好多業務嘅機遇喺度咯，咁同時間佢哋又會想落嚟香港做唔同嘅生意咯，咁所以透過呢個旅程裏邊咧，認識多咗幾個朋友咯。咁我想問多少少你去北大上堂咧，呢啲課程係專係俾保險人嘅，定係會有其他嘅專業人士㗎？大部分咧都係保險業多嘅，因為差唔多90%都係，但係亦都有幾個係做其他行業嘅老闆去參與咯，因為佢哋都想知道國情啦，知道上一啲法律上嘅嘢啦，亦都可能佢哋都想認識多啲嘅人物啦，所以我諗做生意或者做保險業都好咯，我諗喺呢個市場上邊識多啲人，其實一定係好。咁你呢個成個旅程，你有冇將你啲心得啊，或者你哋嘅花絮擺上你自己嘅社交媒體度咧？有㗎，因為已經即刻，因為雪景好靚啊嘛，學習好多嘢都即刻係線上去出 post 啦，咁甚至有啲朋友都有互動啊，即係見到我哋喺北京嘅時候咧，都有啲嘢問。我諗呢樣嘢就係個團隊個文化慣咗用呢個 social media，而我哋自己背後都有請 marketing 嘅同事啦，去直接幫同事去拍攝嘅。咁變咗對於新人嚟講咧，可能我唔係好慣做 social media 啦。如果有人幫佢喺前期做咗好多製作啊，可能已經 tag 咗佢去撳嘅 forward 就已經係做到呢件事。慢慢去習慣咗，覺得原來做個人 IP 都唔係好難嘅啫，同埋會分工咯，每人拍一啲，然之後就中央去揾有專人去幫手去做剪片啊。咁變咗成件事就首先內容豐富咗啦，同埋件事會容易去行咗。咁所以之後再行落去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原來做個人 IP 並不難。係啊，我都同意。有陣時咧，即係分享下少少，我平時可能同啲大家溝通，即係同啲朋友講起，大家咧都想做個人 IP 嘅所謂，咁但係咧唔知點開始，跟住就搞到一路都冇做到啦。咁但係我自己都覺得咧，其實完成係最緊要，完成緊要過完美咯。即係你起碼做咗先，開始咗先。咁所以我又覺得阿 Avi 你哋團隊都好多資源喎，直頭有即係 marketing 嘅同事幫你哋拍片剪片，即係度稿呢啲都係 marketing 同事搞嘅。係啊，其實我諗要專業嘅嘢就俾專業嘅人去做啦，同埋始終我哋做前線有時好忙，未必日日出到 post，但係你會發現你只要可能唔出一個禮拜 post，你嘅 view 數就會好低啊，即係而家個演算法改變咗，咁所以真係頭先話要完成，因為起碼要有嘢出咗 post，你先會俾人見得到，你先被看見啊。如果唔係，就算自己好努力去學習，好努力去做嘢，原來咧係冇人睇到，係啊，咁所以透過每人做一步嘅時候，即係槓桿到大家資源同時間咯。咁我想問下 Avi，咁如果你喺做可能社交媒體都做咗一段時間啦，咁有冇即係有啲生意翻到？即係大家都最緊要就係講變現啊嘛。你 post 好多嘢上去，其實主要都係可能想一係招募，一係做生意嘅啫。咁想聽下你嘅分享啊，有冇啲咩成績咧？咁我分享下就係可能早啲年期啦，即係唔係講呢幾年，我諗10年8年前其實用 Facebook 係好容易變現嘅。係啦，因為可能當時唔係太多人去用啦，咁只要做咗啲 page 啦，頭先話唔同嘅 topic 啦，有啲可能關於資訊，可能關於投資嘅，有啲可能關於以前可能會問一啲升學嘅嘢嘅都會，或者可能移民啊呢啲 topic 係早啲引流咯，甚至可能係關於強積金啊，都好多香港人會去留意呢樣嘢啦。咁出咗 post 出咗 page，其實有陣時喺裏邊就會翻到一啲客源啦。咁但係近呢幾年我發覺就唔同咗嘅。係啦，真係要做個人 IP 先得嘅。咁喺裏邊點樣去做到變現啦？咁我會喺social media 裏邊嘅 LinkedIn 啦，又或者喺WeChat 裏邊一啲嘅影音號啦，其實都透過用數字人去講一啲專業嘅知識，其實都會有客會去問啦。咁甚至可能之後再成交到嘅。咁所以我諗係要與時並進啦。可能今日仲用緊小紅書，但係可能隔2年之後又會有另一個新嘅平台出現，所以我哋要不停去學習咯。係啊，你講開呢個都係，因為我聽聞啊，好似小紅書都有個新嘅對手叫做小綠書，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啦。我都係最近同我支咪一樣，有可能有小藍書。係啊，真係唔出奇，因為始終即係社交平台呢啲日新月異啊。總之就係，但係大家我諗最緊要做嘅嘢就係完成啦。首先你要有一個持續嘅一個習慣去出一啲片啊 post 啦。咁第二係
即係要了解個演算法啦。我諗你啱啱都有講，如果你可能有一排冇出 post 你自己嗰個發現每個流量又會低咗，咁即係都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啦。咁所以係其實用社交媒體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如果你做得到啊，可以係一個好好嘅同客戶建立信任嘅一個渠道啦，係咪？咁同埋咧，我都想問下你阿 Avi，咁你平時你可能你自己可能好專業啊，有團隊啊，做咗好多年啦。咁但係你點樣平衡你嘅即係工作咧，同埋生活，即係兩方面咁樣咧？其實工作同自己生活，我覺得喺我哋行業上邊係結合咗啦。即係唔係再講平衡啦。係唔平衡已經連結咗。因為頭先所講，我就算出個 social media，我自己平時都會出自己吃喝玩樂啊，或者我自己中意運動嘅，可能去踢波啊、打波，我都會出 post，甚至同家庭嘅時間我都會出 post。即係點解會想出 post 咧？我發覺有好好嘅，成日都當年今日咧。啲回憶啊，即係會出現翻我同我個仔佢 BB 嘅時候嗰啲回憶啦。所以我 keep 住都會做呢件事，因為我唔知道10年後嘅我或者20年後嘅我自己會係點，所以我會將生活我會出 post，工作上我亦都會出 post。我亦都會留意別人佢嘅工作或者佢嘅情況咯。所以我諗係我會用呢個社交媒體為生活嘅一部分。係啊，都係，始終都係，即係我諗大家咧而家。可能 AI 太泛濫啦，即係你知 AI 好容易咧去俾到一啲好完美嘅一個形象，大家睇到咧。咁我反而覺得而家呢一代嘅觀眾咧，中意啲真實多啲，即係你反而有少少唔完美，你可能有啲挫折啊嗰啲咧，大家反而仲覺得你真咧，仲中意睇多啲。所以你啱啱講過當年今日嗰個功能，我都好中意用，我都係覺得即係好好嘅一個回顧，可以俾大家睇到你一路以嚟嘅進步咁樣啦。咁好啦，咁我哋不如而家唞一唞先，我哋之後再進入最後一節啦。好啊，歡迎翻到嚟名人堂嘅最後一節。咁Avi，我哋不如問一問你，因為我知道咧，其實你喺舊公司咧都做咗成16年噶咯。咁點解會忽然間想跳出呢個舒適圈，轉去第二個公司發展呢？舊公司真係都16年，由第一入行啦就入一間公司啦。咁做 MLT 都做咗16年，由一個人就建立到團隊超過150人，其實都。我覺得都有啲成績嘅，不過喺一度發展落去呢，其實好多時候都要成個團隊共同去行。咁有陣時做嘢可能有啲嘢唔同咗啦，咁所以要加上可能要發展內地嘅市場啦，咁都需要啲資源同平台，咁所以都係決定一個幾重要嘅情況啦。做咗咁耐，咁我哋幾個。志同道合嘅跟我好多年嘅拍檔啦，咁一齊都會知道係要揾新嘅地方去揾新嘅資源去發展啦。咁所以就揀咗 SV Pioneer，係啦，因為頭先所講好多要線上啊、marketing 啊、social media 啊，甚至都要資金噶嘛。咁而團隊就係俾到呢啲 support 咯，即係有經驗啦，要會做開內地市場，香港人做內地市場啦，又肯投放資金落去俾我哋去發展啦。所以呢樣嘢要走得更遠嘅路，就要揀啱嘅平台咯。係啊，其實我都知道做保險咧，團隊即係揀啱團隊，有團隊嘅資源都好緊要嘅。不過你都好犀利，做咗16年，即係破釜沉舟啊，係咪咧？我又唔覺得要破釜沉舟嘅，16年都學咗好多嘢嘅，好多學習位啦。只係未來個即係我諗都講下少少數據，即係我自己睇就係內地其實嚟香港保險即係。啲資金啊，其實講緊佔比越嚟越多啦。去到25年嘅上半季，其實講緊超過1700億，係啦，係比起5年前足足升咗1倍。咁你就會見得到，其實嗰個或者資金比較大啦，購買力係比較強。咁其中第一點啦，咁數字上係咁啦。第二就係香港金融中心啦，頭先最初有講過啦，財富管理啊嘛。咁我哋係吸引好多資金嘅，甚至 IPO 都講緊啱啱上年啦，亦都係做翻全球 number one。吸咗2800幾億，當然呢啲錢係咪直接同保險有關？未必。但係當有公司落嚟開公司啦，即係外資啦或者內地啦，佢就會需要人才，亦都有23萬個人才落咗嚟香港。咁呢啲就我睇緊個市場其實變化緊，咁所以我哋要迎接到新嘅變化，就要有新嘅元素咯。咁所以嗰陣時就係咁樣去選擇一個新嘅平台，而再發展下一個階段咯。咁好彩你嗰陣時有呢個諗法，即係要做呢個內地市場，咁啊帶咗幾個拍檔一齊
就過咗去一個更加適合你哋嘅平台啦。咁我又想問下你Avi，因為我哋之前咧即係節目之前都有講你做個人 IP 啊，社交媒體都做得好好啊。咁你譬如團隊招募啦，有冇透過社交媒體去點樣做一啲招募或者甚至管理團隊咧？其實 social media 嘅重要性就係你要俾人看得見。咁無論我認知嘅嘢、做緊嘅嘢、成績又好，或者團隊氛圍都好，其實透過可能喺 IG 啦、Facebook 啦，甚至係WeChat 啦、小紅書等等呢啲平台啦，朋友會見到，然之後佢哋就會想了解啦，會問啦。其實呢個行業點做呢？就算佢冇問，佢都見得到我哋係改變緊。咁所以無論係行家嘅朋友啦，都好多嘢問，甚至大家有機會一齊合作咯。因為上堂都係可以出去，反正都係去內地上去學習啫嘛。咁本身如果有啲朋友嘅佢自己團隊冇呢啲資源嘅時候，咁佢都會外求噶嘛。係啊，咁所以透過個social media，佢哋會見到嘅時候，就會一齊去合作咯，或者一齊去學習咯。咁至於管理方面呢，有陣時喺兩地嘅我哋都有團隊啦。咁有陣時真係唔係成日見面到啊。咁透過 social media 就係我哋可能學習咗嘅嘢，或者我哋搞咗個講座。其實都唔搞啲財稅啊，或者可能法律上講咗，佢唔喺度都唔緊要嘅，因為我哋會就係拍好晒啲片，然之後 social media tag 翻佢咯，等佢知道呢件事，同埋佢身邊嘅朋友都會見到，原來佢都背後有呢啲咁多專業人士喎。因為國內咧，其實佢哋都好想有啲香港專業人士嘅團隊啊，佢哋需要啲咩支援嘅時候咧，我哋都會俾得佢咯。明白，即係總之有資源啊，我咩都有。係咪咁樣又可以透過即係你哋本身資源豐富啦，又可以透過而家社交媒體啊，即係善用社交媒體就可以傳達到呢個信息。就算係唔係身處喺內地嘅團隊，都一樣可以接收到第一時間嘅信息啦。咁另外咧，我又想問多你一個問題，關於保險業嘅都好多人有講過保險業，你有冇覺得近呢幾年係咪飽和咧？已經即係如果係睇下你係咪覺得佢飽和啦？第一，第二就係咁點樣突圍咧？始終可能全香港嘅保險從業員其實都好似都好多下噶喎。其實由一入行咧，啲人都覺得保險業已經飽和，由我2008年嗰陣時飽和到依家啦。但係我都係信數據嘅人啦，淨係呢幾年都增長咗1倍啦。只不過係邊啲客源啫嘛。咁如果有啲人會覺得飽和，佢可能淨係掂咗某一細嘅板塊，嗰個市場可能真係飽和咗，咁但係講緊可能都係我諗市場需求啦、政策啦，我又講少少例子啦。好似醫療嘅改變，今年啦加價啦，咁所以對於醫療保障嘅普通嘅客戶，其實需求係大咗嘅，因為都係要自負盈虧嘛嚟緊嚇，甚至可能年紀大咗，可能都講緊一啲叫銀髮經濟。甚至好多係開始想返國內生活嘅朋友仔，咁一個叫做養老社區啦，亦都係內地好需要去建立呢樣嘢，因為人口結構開始慢慢老化緊。只不過香港係最長壽啦，年紀最大啦，咁但係香港又最多錢喎，咁所以我諗佢哋係有條件去選擇更加好嘅嘢。咁所以我諗喺保險業唔係淨係講保險，可能財富嘅管理啦。甚至做生意係點樣財富傳承落去咯，咁我諗都係呢幾年大家開始諗緊嘅嘢。究竟我啲資金、我啲錢點樣可以好好地去傳落去呢？而保險就有呢個功能，所以內地好多公司都會選擇啦。咁如果有留意近排啲 IPO 呢，佢哋有啲招股書都寫咗噶，佢買咗啲要員保險嘅大額保險咁所以呢啲都係好大嘅商機。不過就去咗高端高淨值嘅客戶裏邊咯。即係你啱啱講 IPO，佢哋有講佢哋呢間公司係會幫佢哋可能高層買一啲好犀利嘅保險，即係呢個都係一個佢哋會擺喺招股書上面嘅。係啊，因為用咗嘅錢啊嘛，幫啲員工重要嘅員工去買咗啲保險，可能頭部一講緊幾千萬，甚至過億噶。哇，咁都好多喎，幾千萬過億喎。所以要做到呢個市場，就係首先自己有呢個專業度，或者我身邊嘅拍檔本身可能有律師嘅團隊啦，可能需要有會計啦呢啲嘅團隊。咁我哋自己團隊就本身有12位嘅 CPA，咁所以變咗喺專業度上邊咧，我哋好幫到客戶解決問題咯。
即係簡單啲嚟講，其實咧，有機會某啲板塊係飽和咗嘅，咁但係又有啲新嘅機會出咗嚟，睇下你自己把唔把握到，或者你入唔入到去嗰啲板塊嗰啲圈子咁樣。係啊，冇錯，因為除咗頭先話保障，頭先話財富管理，甚至我又講可能強積金，因為香港打工嘅都一定會有強積金，咁其實都係突破新高，講緊1.5萬億超過咗，咁但係好多時候大家都係咪有去認真去管理呢？甚至退休究竟係咪有自己準備？可能政府都會推啲年金啦、逆按揭啦。咁所以同我最初入行嘅時候要識嘅領域係唔同咗嘅。而家可能要知道點樣逆按去點樣去做。可能要利率走勢會對於每個客戶上嘅改變。咁呢啲都要去認知咯。明白。好啊，咁 Avi， 咁最尾一個問題啦。咁對於一啲有意入行嘅年青人啊，你會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呢？我覺得年輕人佢有好獨特嘅優勢，就係佢哋動力夠，亦都係佢哋唔使瞓嘅，好似係咪？即係我就覺得夜晚我就好攰啦。但發覺年輕人咧，佢一日可能瞓3-4個鐘，即係佢可以好多時間去做嘢，而唔一定係要見客咯。講緊係 social media，其實佢可能好善用自己嘅優勢，佢哋創新啦，有創意啦，拍片啦，全部都係比我叻啦，起碼。咁佢應該用佢自己獨特優勢，透過 social media 去 promote 自己，做到個人品牌。係啦，加上自己專業度，簡單嘅市場，簡單嘅地方，佢就會發展得好好咯。好啊，咁多謝晒今日 Avi 嘅分享，學咗好多嘢啊！好啊，多謝大家聽眾收聽我哋今日嘅名人堂，拜拜。拜拜。